这有，这还有。哎呀，人家开盲盒呗，意思啊？零下30多度，干冷。我们一来，他们都过来了，也知道我们给他煎草来了。这半块给牛。大牛够辛苦的，零下30多度怀着小牛犊呢，还怀一个带一个，得给它补充2次料，要不然营养跟不上。好了，我要回家吃饭了。在大冰箱里找着啥吃啥。人家开盲盒呗，意思啊？开就开，走。这有，哎呀，这肉肠，哎呀，这还有，它全是肉肠。肉肠，还这，哎呀，肉肠，血肠，是不是没了？没有，不可能，拿这。那回家去。啊，我要肉肠。哎呀，都一样。给点肉啊，补充能量。真的。冰水煮肉肠，这把带绿饮，这点奶豆腐。哎呀，太香了，好吃吧？就有点活，奶上点哈，是吧？又酥又脆又嚼，还有黄油的香味。就得趁热乎吃，不然可不拉丝啊。看这雪下的多厚。马文了，现在是快小雨来了，姐，快来尝尝煎点豆腐。这都是煎的啊，拉丝了看看。焦块儿。哇，这点豆腐煎的可以。你们见过青砖红砖，见过我们大内蒙的奶砖吗？看，我们这奶砖能吃，看着就有食欲。这煎奶豆腐怎么能少点奶茶？哇，行，小郭快来，我饿了，等不及了我。哇塞，满屋都是香味儿了。哇塞，小郭这仙气儿飘飘。来点灵魂蘸料。来点韭菜花。看着省了饱肉厚，还有汤汁呢。哇，自己搓的韭菜花。这血肠细腻，入口即化。放点料汁儿。肉肠跟韭菜花绝配啊！你这酸口，我这里啊，主要是。这黄油煎的肉肠又细紧细，越煎越香。煎了一下啊，激发里面的葱香味儿。
好烫，烫，这样好烫。